不让数宽，后上太上攻，有太加工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圖書中阿松哥，強下老後生人打在鼓了，看睇偶像劇之後，唔知大家要按呢項目，假使係男我一般要上到按呢，咁唔知有幾好嘅。根據調查咧，細妹睇學生嘅佢體驗名嘅理想情人嘅職業係工程師，對細漢人來講，體驗名當然係欣賞。唔過呢條理想喺現實當中咁真正會實現呢？今日有請到6個後生人，大家聽下來分享佢哋心目當中嘅理想情人係乜啥了，眾上歡迎。首先，老太家小幾度嘅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理想情人一天會動有才華嘅阿子怡。第一集啊，小幾度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希望理想情人見我呢，我動向嘅李家。第三集啦，小幾度阿葉妹。大家好，我係已經潛動嘅理想情嘅阿葉妹。第四集啦，小幾度白 K 阿妹。大家好，我係莊白強，我係理想情人哦，其實就係讓人強人優秀就做得了，達到你嘅標準就做得了，讓人強人優秀。好，恭喜你找不到，謝謝。第五集老太小嘅係嘉寧。大家好，我係行啲嘅前理想情人嘅嘉寧。歡迎啦，小幾度阿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黃小鳳。現成啊，設計情人啊，設計嘅理想情人。你講清楚。理想情人啊，設計情人，當時我冇強用啦。哦。那我就偷偷問一句，剛剛你知道有達到理想情人嘅標準？我一講係幫佢挑好嘛。等下就第都帶佢講嘅理想情人，佢本樣有達到冇？就第佢心目當中嘅本樣都在水準到那一片吼。咁你等下再來看吼。不過一開始像我家講，一開始當然理想情人就看偶像劇，看到真多名聲就說，拜託。喊拜嗌老公聽說係托呢種，嗌本樣咩係托呢種嘅，嘅阿自然先來講，嗌心目當中嘅理想情係哪一隻名聲麼？我就係龐太太。好了，這個我們可能馬上一個想啊。因為我記啲，第一季到了下，大家都啲龐太太。以前後生嘅時節，真嘅嗰陣時後生嘅時候，我真嘅當中意彭于晏。哦，咩鳳車車？再過唔過一下冇叫我變咧，哎，我一下呢中意嘅理想情人係優家。林宥嘉，哎，我問你，哎，不用挑林宥嘉做得嗎？做唔得？做唔得。不用挑林宥嘉，做乜嘅做唔得？其實差當多咧，真嘅我應該講出來。好啦，唔講。如果我哋自己聽錯有彭于晏一三扎四嘅，大家都知啦，認識我當個人都知，我以前就係彭太太，唔過一下我做做嘅彭于晏兩半記，三半記咩冇要記。唔過呢，做乜解我以前按中意彭于晏，非常吃價嘅，看佢嘅面。做得唔中意佢冇，做唔得。你看佢嘅身材，做得唔中意佢冇，做唔得，係冇。再過嚟呢，佢要非常嘅上網打拼，做戲做嚟當好，還有種創嘅機動友好。唔會啲，唔會驚咩？佢真係當好，就加上我破講佢大家還未出去了。真機動友好，韓國呢佢非常嘅刺眼，咩冇乜嘅負面嘅傳聞啦，真係當好嘅完美嘅。完美100分，100分。唔係上張做龐太太。嘿，我唔是上張，佢聽說會獻愛嘅啦。冇啦，我見家下自己講嘅是真嘅，迄彭于晏，我知道細妹應該都會知道，哇，迄彭于晏真嘅係大家嘅理想情人，因為佢嘅外表、佢嘅身材，最重要技術係友好嘛，吼，怎麼個眼裡會啲佢友好呢？因為你係龐太太啊，錯冇？古時呢，你就對我嘅婆婆當有禮。錯咩？古時呢，講到一彭于晏，其實大家都懂中意啦，就會知道哇。這個人好像很顧家的感覺，懂顧家。剛才有演到陽光有冇？超陽光型。佢你下唔係龐太太。因為講到顧家，我就會講你一下嘅理想情人就係優家，林宥嘉不是板橋林宥嘉哦，係星光幫林宥嘉。因為呢，林宥嘉真嘅係我頭一隻，還有唯一一隻呢，我去追星嘅明星。嗰陣時係喺星光幫嘅簽唱會，我就去追星嘅，看當久以前呢，到後來佢一下呢就上來就進演導嘛，因為呢最初就係呢佢一下結婚過後，我加上關嘅伴娘丁文琪，佢就會破文，就會感覺講哇，有個人真係非常嘅有阿爸嘅愛，還有對自家嘅伴娘啊咩非常嘅有愛，對兒婦家嘅生涯咩非常嘅照顧，就是年年嘅父愛家庭愛，我就感覺一下
生来真人哦不得了啊！唔但像迄狗甜甜生了演的，又爱骨架，有家庭的感觉。其实骨架当葱油，因为佢咩一個啊，係唔過佢葱個咩以後頭。唔係一個咩變黑個，一當容易睇到，嘅呢架本然托天一啥，唔係彭太太以外。天衣裳嘅花，其實我家下講，一下講係理想情人嘛。其實兩個理想情人，我當知道王陽明是我一個唯一的選擇。因為我知道王陽明其實會用一個 ABC 嘅口音啊，快快呢？講到快快。係啊。頭擺你講乜嘅男人不壞，女人不愛，就會愛牛錯嘛。佢一啱咩當愛嘅伴娘。嘿，古時候我是大概看到幾條嘅成發，就會說哇，一條成發哇很歐美系呀。你大把相機嘅時間做咧去劇嘅陽明山啊。哎，加上去咯，加上去咯。我記得吼，根本後咧梁生英喺拔花店，切嗎？根本唔係來圖嘅理想情人係來圖偷帥哥啦，挑帥哥啦，係冇？嘅阿爺咪來看一下，嘅點馬代表來講下。誒，我見咩同佢都冇溝用，我係國字嘅，吼。歐巴係馬莎。我喜歡就係演嘅《主君的太陽》，蘇志燮，撒拉嘿喲。哇！誒，你老豆見你啱用講咪幾堂嘅些？希望有講有幾飛啊？哦，係啊，因為係吼佢同演戲啊，然後佢設計什麼，我知道佢懂完美，又懂有錢，佢演的戲又懂有錢，還有懂温柔、懂霸氣，你就知道吼，懂咗假使講有危險嘅時間，佢下一秒鐘就會出來保護攞撲一下，我見面係特別帶嘅主君嘅太陽，主角帶嘅下臉，嗰度人老公比起來咧，我要吉祥咗嘅主角。嗰度人老公比起來咧。哎呦，還在猶豫。哎，中的案呢？哦啦，他還係冇看類型啦，很多設計神法叫咩按用，身材要懂好啊，一樣同係線上就懂上槍嘅身材，有男人味十足，就係就哦。懂完美嘅生來。唔過我喺人講嘅懂殘酷的事情，懂啊凄慘嘅事實，係伊呀，他有不用掉。係啊，佢結婚。我聽佢講啊，所以我本來希望到嘅生來嘅名聲吼，但是講唔係帥，但告訴我第一結婚啊，聽咗整天是看到人家就準這哦，我就變咗動腦筋。唔過蘇志燮佢敢結婚呢？結婚咧？結婚咧？冇啊！結婚咧？哎，就係蘇太太，撒浪嘿夢想夢睇馬上攞嚟盤啊！嗬，這個東西盤到去不？攞嚟盤先，因為唔按呢，根本係不發電啊，真係扯馬上錯。扯死你就反正冇按錯。簡單呢，對於嚟講，理想情我上到乜嘅險。我呢老夫師也係強款嘅，韓國嘅歐巴我咪懂中醫，尤其係演員，唔講呢，佢到戲劇做睇高興呢，我就會幫下嘅。哦，變臉咧，係冇錯，見一個愛一個，然後係精神出軌。見異思唔過佢遷。有三隻強嘅 resort 咧呢，就係成個動歌，係冇係天才動歌，錯冇，行過做戲做到動學，誒，看見老細妹安尼剪一下，哦，對，因為都會做戲嘅。誒，我咩動過？我咩做戲嘅？我自己做唔得。你咩好厲害啊？身材對唔對？第三點就係市場都體驗到，唔過嘅，唔過重點係嘅戲，你隻戲有冇？嘅動作就散發出來的氣，有一次散發出來的氣質，氣質，我聽咗懂嘢。睇上過有乜嘅咪頭咧？然後講，人家傳統嘅就冇馬嘅戲啦，就會露臉顯啲，誒，露臉顯清楚。有冇戲啦？有顯啊！唔過，嗱，十號咧問誰來咯？我嘅理想情人到底係馬莎？係，家下講嘅全部係你仲重要係蛇來啊！咁個我重要嘅當厲害嘅蛇模啊，就係電子機。哦，天我跟天子琴，咩天子kim啦？鄧紫棋。誒，咁啊，當喜歡佢咧，因為嗬，要見當有野心。韓國佢當有才情，韓國嚟佢當有才情有講過你嗎？當有才情，當有野心，誒，企圖心未講好。
韩国人你看，嘉良是今日老林宥嘉强下个细节哦。伊个光芒，他光芒吼，本来是动态哦，不过佮感染做个小女人。成就林宥嘉，系哦，你看，哎呀，迄当理想，咋个咧后咧分手以后吼，哦，梁沙英吼让尬让得非常的哈。他们后来林宥嘉怎样？然后走七个狮儿，我要做自己的狮子，所以七个总唔讲，你看后来到过手咧比赛，后面到动好个勋阶，你看，所以你看做里面也不错，做外面也不错。啊，你要坐哪里？出得了厅堂，进得了就两机会。你看，果然系恁人家到电视机的主角。你看，这证明吼，小凤哥，讲下你虽然你还有另外一半，就老面前你也实像世界有另外一半，不过还可以做得有理想的情人呢。冇关系，我原本想讲要迄只太闊咧，不過我就話跳落去。好，因為睇下理想的情人，咁乜嘅意思？就看得名唔得的東西。我已經有實際的情人，就現實的情人，咁啊便宜又好用。啥意思？我咩係國際化嘅，我咩係韓國貨嘅，進口嘅，唔過係送一隻時代，全智賢。全智賢真係做得嚟，都獎哦。唔過佢嘅獎係有高薪嘅，係佢做得有惡卡卡，唔過又懂得人下，你嘛要給他高薪，估上來做全智賢。野蠻女友。係，如果拿給他身材俘虜耶，俘虜耶，因為大家就看過幾個廣告嘛，所以全智賢咧上映假使走幾個不一樣來講，理想當中啦，當然係現實當中，他怎麼看得上你？佢係看得名唔得咧，佢理想。你看下之後，理想就係有夢最好。有夢最好啦，希望相隨哈，希望一直奔夢下去哈，就做得非常好，加油！好，真嘅好。咩老觀眾朋友來問一下講，27個嘅理想情人係嘛啥？假使現實當中，呢種嘅理想情人有哪度嘅目標？係講我要過好啲，我要事業好，要身材好咧，係哪種對你來講真係最重要？等下再來繼續來睇，向下來分享咗。我知道也係我親密當會考慮嘅。所以咧，他欣賞咩係要符合人嘅標準。當然，人家親必叫嘅呀！哎，見到嘅條件啊，多麼痛的領悟啊！來唱一下。多麼痛的領悟！後來你點？我後悔讓你唱，你讓尹靜走一首好朋友呢？所以係畢業通過東南堂。我冇講哦，我冇講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，你家下要問你大家心目當中理想情人偶像係乜嘢？結果看起來真件就係男的帥，女的要美，冇你用翻中醫咯。不過咧，你到現實當中生活情理想情人嘅時候，咁就按過嚟，向下嚟看一段樣片了。小靜嗬。捱喺捱嘅朋友，我見你嗬，天生同前就最理想嘅男朋友，有種地位，唔想晒下，捱定下同佢。老師你怎麼會演呢？來，後嚟。咁扯！哇！你阿小姐，唔見明明是真件懂好呢，廣東紅日下嘅條件寫嚟哦。人哋全部都要同你現場咧，我就帶人回搖沙，追過嘅事咧，佢同見面，追過嘅。請問係你家小姐冇？我係。為什麼戲曲感？你好，我係。哦。你好，我係嘅。點菜？我愛雞排。邊係愛啲？豬頭腐。我係。太草麵線。哎呀，過來一碟珍珠奶茶。先啊你。
有到妈咪啊？哦，我迄你家，我迄想爱问人讲吼，你迄做乜去跳舞的啊？哎呀，啊，哎，牌不跳舞。开场面先。啊什么？哦，我想讲你是就好，你是就好。来来分数。好好。哎呦，快点等我分了。都是摇哎。哎呦。你好，我係鍾白強，我係交通法長平亞洲嘅總經理普萊德，普萊德。你啲有錢人呢？我迄你家。哦，你做地限量穿啊？做地金色金大腿布啊？但係，你做啲輸掉嘅咖啡好嘛？哎呦呦呦。 No，價都強貴咧吧？你自家腰帶三合一價杯，我讓你衝貴嗎？我想講啊，但係你做啲水啊，巧克力蛋糕好嘛？No，巧克力蛋糕咪強貴咧。你自家腰帶巧克力派，我歡迎你一半嗎？ 我想講啦，你是超好啦。奶茶20 K， 雪碧30 K， 哎，你那邊東西你挺貴的吧？奶茶。你好，我係一賢。你好，我係你家。哎，你家呀？你看一下有想要什麼芥末？哦，好，我看一下哦。我想要是桂圓紅棗湯嗯，你係咪熱死來呀？你因為點解熱死來呢？因為哦，你熱死來嘅時節最適合你嘅桂圓紅棗湯，還有哦，燒嘅牛腩，燒嘅條腩，還有。哇，按到時你食來就幾天起記咧。喂，媽咪哦，係啊，嚟下啲練粉油沙啦，你想去看什麼用嘅哦？好，冇問題，我專門看咯。讓阿妹帶一隻小虎啊。係你好。阿妹哦，我就講咩，佢最近上到東江哦，絕對哦，做得比你沉默，用一個輕有福氣、有皮有拍嘅聲音嚟哦。好啊，記得下哦，等看你當阿姨什麼解？你下次問題就講，自己來讀啲理想情人嘅條件。第一是來請太太來寫下來，是吧 ？A 是講，我係看啲面草、毛草，還有興趣上同樣板去。第二是經濟能力有穩定有體貼麼？第三是我哋咧性格有道德麼？再來是有才情，就係講有藝術氣質麼？最尾是講佢有高學歷，就係講嘅學歷，讓我有道德麼？有上課麼？就係問題之間了哦。阿爺冇先問下，唔知個安排係嘛個？第一是身體有道德。嘿，身體有道德，我一下正經知道2、3年有花講動重要啦。我相信我老公做講，幾陣冇講法，就本人講就好嘅咁。應講嘅主要唔叫我鼻音嗌啊，唔最渣，唔最強，唔最快。家家因我腦係冇，跟住係動重要。雖然講係少女時代吼，我天出看乜啊？謠言到冇，唔講係一刻睇嘅啦，冇強用嘅啦。嗰時候我係會看有花講冇啊，有財錢冇，係冇白強下財錢咯嘅身體有道德。我之後就係強下來講，當然啦，上得行做得，
cái後背嘅咪行做的。唔係當姐嘅做，你咧真係都見面看久嘅就不好嘅。當姐咩做唔得，就係可能有訓練啊。嗰種我就按樣嘅排序下來，韓國我知道經濟能力的話，我係知道假使講強年齡。同溫層來說，應該唔會上漲太多啦，應該還可以。還有輕後背學歷韓國唔是講，因為我知道，假使講學歷猛嘅還好，不過在各個領域的人才也是大有人在。古時候我知道，也係我親密咁會考慮嘅學歷。所以咧，他欣賞咪係有符合人嘅標準。當然，人家親筆叫嘅呀，我見過嘅條件啊。多麼痛的領悟啊！來唱一下。多麼痛的領悟。後來你點唔點？我後悔讓你唱，你讓尹靜走一走好朋友呢？坐下邊嘅中國東南堂。我冇講哦，我冇講哦，所以唔識講講。白劍來先下五期節食，老阿咱咪強容。其實誒，千三屆吼，老幾係完全強容嘅，吼，所以你係控制控好朋友。真嘅。好啦，你講一下，做乜嘅話變個 C 啊，個性契合呀，互補變做第一屆，係認為吼做啲散發嘅，僅僅係彰顯嘅理想嘅青年啦吼，做啲看，樣板變一下什麼是難睇咧，關鍵無睇嘅是做乜啲看嘅啊，顏值跟身材啊。看就好咧，個體質加 C 啊，個性啊，做啲散發強下散發，又可以講吼，就係主要境界。D 咧係乜嘅？又才情，其實 D 到 A 係差唔多嘅東西，我介條即係想出來，我後來想出來。D 到 A 其實就係內在到外在嘅關係。我是一個比較注重內在嘅人。咁就有哦，太強用，所以個才情嘅老年說嚟係好繞頸啊。個顏值到現在係變到個後輩。唔過咧，做乜嘅 E 到 B 係變到最尾咧 ？E 係學歷嘛，啊 D 係B 係乜嘅？經濟能力嘛。哎呦，我本身嘅學歷就當過啦，馬上喊做啲邊個下個。係嘛？有冇？有啊！韓國嚟個經濟能力，我會先培養經濟能力下好，唔是，因為人家本身是當為傳承的。王小鳳，你看大家都寫都按到，你看牙牌你卡起來。就是啊 A 天天，那帶下 CB 注意按 C 咋。有啊，有下就係喺對是講有衝絲啦。啊。最天然命係乜嘅9%是不是看貓操？唔係，因為你然後冇做上啲條件，那有可能唔看哪操嘛。像剛才白強講 ，D 到 A， 伊就係內在，就係外表。我想哦，內在。挨咗哋訓練嘛，跟外表冇叫咧就冇叫，冇關係啊！醫學美容誒，用嘅真乜要慳啊！古實我對我嚟講較實際嘅，我拿啲出書嘅東西，對我嚟講 A 天然嘅，其他東西咩我要，係咩我要啦，冇講冇衝腰啦。唔過真件我老實講啊，真嘅，我是到汪小鳳真係當路線，不過咧係理想嘛，現實當中有符合嗎？還是不能猶豫哈！你猶豫你就發現你老底強腰呢，你就會 A B C D E 嘅結合你啲嘛。哎呦，唔會講。把剛剛那個停頓的1秒鐘剪掉，謝謝。我一定會留下來哈，真件哈，幾種最真件先唔得哈，假人來講哈。因為咧，我上到動態一站嘛，係冇，故所咧希望咧，我嘅理想情人做啲上到較高調嘅嗬，做啲訓練就好。唔過我越來越年紀越來越大，嘅 A 可能會擺到越來越後背啊。唔過咧有夢最強嗬，係變到條件安尼。看講唔過經濟能力咧，我知道冇乜重要。你咪都會傳。唔是攞嚟偷錢就好咧。因為見買貨就買千多錢。做唔得攞嚟偷錢，自家做嚟學自家就好咧。故所咧，我就變到最後背安尼。偷錢了兩三歲，欠錢兩姊妹，欠錢兩姊妹。我條係不想努力了。哦，不想努力了，真是沒有阿姨，要找叔叔嗎？叔叔在那邊。懂設計嘅。要真係來請阿伯來參詳一下。
哎，你来讲下。因为其实我感觉以前细细个时候真係去分享是做得嘅，不過你年歲進來見睇，我到適婚年齡嘅時候，你想嘅對象一定要經濟能力獨立啊，像講下媽寶是做得冇，做唔得啊。或者過來呢就係動創嘅就係呢。有吊單喎。係有吊單喎，因為那喺想法冇可能就會單一嚴格東西庫，韓國呢動創就會財法，因為有財錢喎。看佢有財錢，哎用呢你這樣做得維持嗰隻熱度，非常有熱情中意。假司機冇內涵，你就想講，哇塞，這個真的只能放在那邊看呢。冇唔錯，面燈呢。不過那有財法就會剛剛激動演到，就是連在一起的。看你會不會是地嘞？好，這個我就不予置評哈。給李家呢，然後給阿志有得嘅冇，然後自己差唔多啦。不過我係喺吃到新嘅較重要啲嘅，較新嘅其實講到也成發當中，就係24點鐘讓你聽下嘛，我說新嘅當重要，新嘅頭擺嘅時間是用50台吼，咩就是採訪，會彈吉他啊，動演到就說哇，聽說會加本金，我也下真見講新嘅韓國人嘅經濟能力咩愛好，因為本大家要安全感，然後跟住下來呢就係嘅財錢嘛，韓國前面我知道嘅學歷，其實我知道。個人嘅態度係最重要嘅，因為咪去做人，因為咪去成化，咁樣就係較重要嘅。不過開家根本正經當然只係講到理想嘅條件，現實當中敢正經有度過了對理想情嘅嘛？啊，假使有度到，不過現實當中有其他條件，我過不中，我攞去不用提起，咁樣樣嘅情況，等下再來繼續大家向下來分享了。唔係怪家你就該牽啊，我就全做的，冇老皮沙講過嘛，該 no 愛用平愛用。這種你哋茶都會懂事合用好。在一起。對啊。哎，一張助通，一張冇助通，向下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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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嗬，加上一團有問過大家講，加按多條件，假使本人來排理想情人，第一隻條件來排乜嘅？唔過稍後來問大家，一開始我加上一團咪有講過，睇學生嘅心目當中嘅理想嘅正面係乜嘅？唔過你啊，請大家談一下，假使出社會過後，細門人家了，細粒人家理想正面嘅理想情人嘅正面前3名分別係乜嘅？陣間先用來談嘛。你知道？現在提名應該係空姐嘛。哦，然後咧？然後欣賞。嘿，欣賞。這個就係唔地。好，告訴你3大圈草，好，完全沒有。阿 Sir， 我知道啦。西拉國土。當時應該西拉國土來託嘅嘛，係託元航。元航，係還有。溫天啊。聽咋？冇啊，我就託元航。佢講錯，元航排在西拉第3名，第1名係護理師，第1名。你就反想。第1名，我覺得跌破大人公務人員。因為做得小小嘅辦公室練習。制服癖。細門人家前3名呢，分別做醫生嘅人，工廠師，第1名沒夠用係公務人員。冇唔錯，所以有上新聞，其實怎麼會這樣？唔過撒哈拉的問題在講，自家人生當中有遇過理想情人嗎？僅僅對你來講，哇，這個人好棒，我一定要殺電機，你家你有知道嗎？其實我頭擺我知道，我當初讀到咧，因為我頭擺嘅理想型有一個方面就會講，我希望佢隨口隨到嘅愛用，我希望。你是拿把佢準公慶人。統籌佢隨口隨到啊！計程車嘅事。你係搶冤鑽石。我就係希望，我基本上想做馬嘅，其實帶我去做馬嘅愛用。故說我頭擺有讀到一個西拉嘅哦，就會講，我想愛食馬嘅腰墩排骨，嗰時係半夜12點咧，佢係買轉來本愛食。你係有神通嘅係冇？佢怎會按你按辛苦？我想愛補一下做地啊嗬，韓國有陣時我想愛去奶味糕啊，佢就帶我去愛用。公主啦。親密嘅時間，我發現馬嘅冇。馬嘅。就係咧，除非佢係我嘅講起人，因為我唔係佢嘅講起人，用白講題，因為佢中意我嘅朋友。假定你去叫到幾隻細妹嘅。嗰時候咧，佢對我當好，佢對我講當好，就說佢對我當好嘅話，我就做啲攞佢我
因为伊那个对方中意记。哦，结果佢中嘅其實喺牙身邊，比如講阿爺，如果其實都記對嗌開翻嗌出做的，開記來叫記。好翻。哎呦，真的你被完全被當工具人。利用，但是嗌冇中意都記啦，故說喊做的。好的，不然你就是整個掉落去你就翻開。所以我把他當工具人是應該的，係唔係？也不是這樣講好冇，嘅簡呢有度過嘅理想情緣。人家故事很卡悲傷。哎呦，有擺呢，我啲廟路紅葉嘢寫嚟，哦，上到東岩道又東高，見面嘅時節講法又東好，就完全係捱菜。唔過咧 TV 入飛嘅時節，捱佬嘅講法，叫咗啲大天通，就拿書記出嚟按你大天通，就唔撈捱，就一下挨捱，一下唔挨捱，按你。後尾挨去看天日。叫咗啲卡棒地都按數存落去，按你啲天嘅數記嘅，要按結我交嘅天通嘅嘛。冇，後尾天日嘅數記出來，就老嚟講，哦，嘅天日係真係冇買好看，佢根本冇啲嘅看，根本冇看啊。古時咧，我就問佢講，誒，中晚我見大天通出來，老人約飛，佢講天拜約飛嘅時間，我就老人講，誒，同學教天通，古時咧，係講你。冇中意捱教天通，你就中意中意跟朋友。哦，你教書嘅，就係在哪變成電動台出手。我朋友就講中午冇插嘅，我嚟就想講，哦，仲上到東岩道啊，啊你畫面可能大天通畫面咩東好啊，冇就本一下幾飛好啦，唔過真嘅冇辦法嘅，啲走條路嘅時間，佢很叫做埋佢就見大天通就算啦。真經比阿扯鈴還扯咧。用28呢？唔過佢也結婚咧。古時嘅社會天通結婚哦。古時嘅社會聽說，當你看佢教天通就懂好看。做得假係做得。哎，冇錯。不過路上是經經會發生那種事情，因為看起來哦前面199分都覺得哦超級完美，剩下來該幾分。自家斷掉，真的一定要放棄。唔過啥了什麼，還是要講，你認為講對人嘅生活當中，為到理想來放棄挑揀嘅當好嘅人，也是有安尼嘅事情。其實我真認同難咩，因為我感覺可能有啲人家嘅性格都好，唔過家嘅愛情又唔係我中意嘅。比如講，就算23年佢非常嘅溫柔啊，非常嘅散漫出嚟對佢愛法，那喺我對佢冇感覺，就係冇感覺。就 no no。冇感覺就冇辦法，就是完全冇辦法。故說我冇真正乜嘅理想型，係愛看感覺嘅。你就會用東南亞嘅數唔錯啊，感覺好了，等一下。所以我知道了下有人誒對你好，真正係當現人嘅事情呢。其實我一下讓我嘅另外一盤啊，一開始啊，你上度到嘅時間，你咩冇感覺非常嘅火，咩同事下嘅，係慢慢相處下來過後，就有2-3年互相鼓勵啊，互相進步，就聽說你2-3年成長會更加好嘅人，我感覺愛用同好，因為就強下進步，強下成長。我說韓國你時代下強下有青島嘅興趣，做得強下去做青島嘅事情，我感覺愛用同好，棒棒。不過我知道我今天真正係大約攀木匠咧。太讓木匠人做的，你一片嘅蒼岩，你一會埋蒼岩，真的很閃，非常閃，做唔得用去。咁過來冇理解咗，你要度過呢一種理想性嘅結果，佢氣質拍生意嘅高拍，要按樣情況冇？哦，我有度過。因為咧有當當然係講強硬嘅話吼，我冇中意嘅話，我會直接嚟記唔過我係講我嗱我啲朋友嘅理解啦吼，所以我有朋友啊，佢呢佢他好像不打開心胸嘅感覺，不打開心胸，嘿，其實佢有常時不打開心胸，用辦講佢見啲偷勢來，見啲偷勢來。你會唔會啊？冇啊，我朋友啦，而家就講佢單身差唔多有20年咧，是20年，母胎單身，就真的母胎單身，對陽台開始就單身。超，冇去破壞佢，不如好好聊得。哎，啲小行中唔係大快聽，你知冇？如果做閒嘅人。係啦，我就講你做吃寬奶啊，吃寬奶做閒。好啦，當到現在其實冇向相處寬奶人爭地，我就按樣嚟鼓勵佢。唔過佢親密聽嚟就變起愛情咧。我就知道，董大宋。佢老師嘅標準當到同。嘿，真係當到同歌。剛 A B C D E 全部都要有。
愛，但是出個老實講，真嘅人吼無萬年嘅人。真嘅。你做得險嘅，你做得走強嘅可能。所以我用嚟強哦，咁咪強哦。我嫌佢做唔得看日書啦。因為做得走下強啊嘛，你自家有200分嘛，那簽200分嘅理想情人，咁有可能呢種事情，咁顧家人啊滿下。我老家朋友係完全冇強用，我根本冇可能簽到我嘅理想情人，我咩冇男朋友多年嘅啦，原因係佢哋咧都冇點出嚟情感度嘅熱情。哦，出得火啦，出火點起來。我前嘅會點火嘅人，係點到火。佢擺家呢咪就講過，佢係偷少少、妹浪浪嘅種嘢。哦，假使咧你火加下點起來，可能過2下佢就烏脱去。鼓手這種會幫你點起永遠的火，永恆是要像那個奧運的聖火。係冇錯。咁把劍咧，來你看，你看他旁聽吼，講那個故事以後吼，我的故事講出來，劍法基本上信嘛，因為吼，人槍射倒台，槍來吼，某人係主動對過拍殺嘅，全副係拍殺，讓人過拍以後，我是講葉師長嚟強下。這意思係乜嘅？他不用去跟人家告白，拍3個乞丐，讓我講，哎，我仲願意做咧，讓我強下嘛，跟講佢人氣很旺的意思。不過，佢意思咪代表講吼，我冇乜嘅特別嘅選擇啦，假使啲。強差那係例外啦，吼。不過假使係，佢唔係怪瓜你就該牽啦，吼，全做。怪瓜你就用快牽。唔係怪瓜你就該牽啊，我就全做的，冇老皮沙講過嘛嘅 no， 安用平安用。哦。這種你哋3做董事合強好。在一起。對啊。哎，一張助通，一張冇助通。強下。好嘞，球不用下來，不用下來。你下就傻到按鍵 TV。哎，你們那個等一下我還要噴酒精，哦，等一下。你再找個鏡嘅好冇？安全之吻，安全之吻。做乜咁錯咗咧？你話門見孫紅嘅，因為知唔知佢要做啲麼？冇做啲。你看見用來當球咧。唔講咁正經啊！哎，你呢一片好咩戀愛婚友社，每個可以讓大家來徵婚徵友吼。所有觀眾朋友們相信下，咪想下你自家生活當中壓下嘅另外一半感情嘅係理想情嘅，等下再來繼續同大家講下大嘴鼓了。係，因為我嘅細來朋友吼，其實性格唔係像我按發牌，其實係很偶像包袱嘅人。不過佢竟然為到我，可以大家都認。啲香港藝同學教緊員工嘅，同學老緊員工嘅講法，阿雄佢呢到藝呢出老員工嘅向下講法，照顧佢，然後見包，佢主動要咩變點呢？嘿，出變點嘅抄，佢主動藝出唱變點嘅強樣，嗰種藝當到朋友出講，唉，佢真係懂才哥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，到呢一片哦，誒，眾賞鼓勵下，家促成一對佳偶天成，謝謝。因為進嚟係冇。好嘞，恭喜，講正經，冇按用緊嘅感覺。真正嘅。不過講正經嘅問題，即係講，但面頭先看，要按到是有判嘅人，但後尾冇判嘅，自家想辦法。現在門啊有判嘅是講，你對了下嘅有交往嘅了，另外一半講自家嘅伴娘，啊自家嘅老公來講。佢真正係你嘅理想情人麼？你講？我知道佢唔算係嘅理想情人，因為家下愛講用嘅理想情人就會講啊，希望當伊都會做啲安樂愛啊、動靜嘅啊，韓國呢上到同像彭于晏啊、成個動歌啊。我當我一般其實唔係愛用吼，冇上到像彭于晏就算嘅，當伊行唔會講愛動靜，講愛動這動長啲嘛。唔過我喺行喺知道。知道啲懂設計。古時我係唔過呢，就係因為按設計吼，我就知道當伊都甜美美嘅感覺。古時其實喺我心講都行喺100分嘅理想型。我知道，係因為我嘅細來朋友吼，佢其實性格唔係像我按發牌，其實係很偶像包袱嘅人。唔過佢竟然為到我，可以大家都認。啲香港藝同學教緊員工嘅，同學老緊員工嘅講法，阿雄嘛，阿雄，佢呢到藝呢出老員工嘅向下講法，照顧佢，然後見包，佢主動要咩變點呢？嘿，出變點嘅抄，佢主動藝出唱變點嘅強樣，嗰種藝當到朋友出講，唉，佢真係懂才哥，但是呢也出係一種愛啦，嗰種藝老太家講嗬，呀理想型呢係講。
一下会听听啦。你中医嘅发现，唔系理想型嘅人，咩变中医嘅理想。我可能係丹鳳面嘅講法咯。我知道吼，基本可能嘅台中木匠咩匠吼，即父母啦，可能善婦人入啦，前面咧散沙很用半天。阿爺妹，真嘅來問下，你知道人嘅當雜嘅老公，喺你心目當中100分嘅對象嗎？啊，10集標準程度沒有符合8集啦。哎呦，按錯。冇辦法全部就符合。唯一冇槍嘅係冇槍蘇志燮。係啦，係有條正常。我知道有一點同重要，佢每同人長到一樣。哦，假使講兩三年有爭執嘢咁，我真的長到一樣。因為你聽咗愛人啊。係佢長異唔一樣嘅。佢用啊，因為我記得試過，咧。不過失敗咧。因為有啲寫喺朋友圈點樣長到一樣。係啊，佢唔可以講太多理啊，動創有幾多你本來好好講法，因為動創係要幽默感。哦，成班已經講到硬酷係咪？可是冇乜嘅幽默感吼，所以唔掉用嚟過下去啦。嗰時候一動創業，係我本來好好表達自己，係要其實咧躺埋就係抱怨，就係做嚟吸收嚟負面情緒。中人嘅垃圾桶就出來。所以某人都在完全無條件的接受另外一半的負能量。唔講係知道，真係躺嚟講法，傾聽就係動態力量要動創業。不過阿爺妹談講要嘅樣板型來托好老公嘅標準，你有冇看佢？所以還有佢一聽出來動顯好，動友好，係有人講看佢爸爸用嘅對佢媽媽就啲誒，也就寫來用嘅，所以係一個另外一半嘅準則。哦，因為成年就係有樣學樣，假使佢爸爸對佢媽媽當唔好，會家炮，跟住喊白佢看到哦，原來愛做安尼對愛嘅伴侶。而且佢打埋。你假使佢爸爸會對佢媽媽當吞下，哎呀，準咗波，咁你就穿到了。要背嘅王小鳳，真嘅，你今天是大主角了。看一大主角。哎，嘅王太太有標準冇？王太太一生人啊，人一生人會讀到3種人啊，一種係你啊，一生人最愛嘅咋，還有就係還有什麼嘅，佢係最愛你嘅咋，還有第3種就係讓行一生人嘅咋。哎呦，乜意思？姑嫂王太太唔係你最愛嘅。冇啦，這個。有人安尼講啦，一生人會讀到呢3種啦，係一定會有遺憾，不過冇一天叫做遺憾，係最好嘅安排。佢本人來托愛披薩，然後本人愛哪隻？啊，咱講愛人係辛苦嘅，本人愛係幸福嘅，係較幸福。啊，其實王太太其實小資族啦，好家父卡咩冇逼佢講愛收天奶啦，好愛煮飯煮菜啦，佢媽開就唔是曉得。唔過佢係有味道愛去學啲嘅東西，我就知道，呢三年還做得高發唔掂哦。你係哪個意思？講到這樣如此不可教也，那麼意思？佢做得味道唔改變嘅，你看你家家講嘅揀男朋友，佢係咩係味道佢改變啊？嗱，所以安尼就冇簡單嘅。真嘅味道有啥都到一三年感染味道來改變，不但嘅吃唔好食雞排，如果不行，我一輩子我一個禮拜一定要吃3次雞排，佢味道你聽話來改變了嘅習慣，我知道假使按呢就真嘅有啦，不過會吃到自己標準會隨時來調整，隨時來改變嘛自己。我真嘅就會隨時來調整我嘅標準。滾動式修正啊，係嘛？我看我中意到馬上，我就會調整成為23年嘅模式去做嘅。因為我講我冇一天愛買個標準，比如講，我係我讀到23年，我第一擺看到佢嘅時候，我就本佢寫到嘅，我就會感覺佢就係我嘅理想情人。我喺中意到佢嘅話，我就會感覺我嘅標準都唔算乜嘅咧，佢就係我嘅標準。你就係冇標準。你是多重標準，人家頂多是雙重標準，你多重標準。我感情本來就會按用型啊，唔係冇完美嘅人，而且互相來調整你嘅標準，這樣子可以達到一個平衡、一個頻率嘛。故說跳不了上，就跳過堅持自家嘅標準嚟，單身嘅人愛加油，好嘛？咱飼到自己又想到真正挑完美咧，挑美好咧啦，挑美好咧，因為對人來講吼，我理想情人哦，其實我嘅標準未當簡單啦，就係愛比我較好，我最少會讓我強壯。嘅優勢會部分啲嘛，不過咧，一點到咧想一下，假使比我較好，哎呦，
迄咪本来冇嘛面子啊，但系出去睇到就因什么朋友动火，继续嘛圈平一下好，然后感觉我小男人感觉吼，冇嘛个面子，不过假设让来经验系差唔多嘅吼，我会觉得啦。韩国咧，假设经验系老白欠穷容哦，哎呦，当电影你莫吐啦，你流上最尴尬的哦，白欠安控制机啊，见咗控制癌啊哦。我请记，看到钟白强安用条件安倒下来，我真的只想跟钟白强讲，你下声音蒙等。哎呀，咕咕兮兮啊！你莫吐开样啦。你下声音蒙讲啊，因为上文记俩声音切度系咕咕兮兮嘅声音，系冇？哦，很有感人啊！你不是讲出头嘅，感人你唔知哪嚟讲？俩声音很有希望冇？眼咧差唔多我中氣咧，因為嚇吼，因為眼咧平常時條路太無限咧，跟眼喺水母一下一層一層，當時我交男朋友，空起來過後又唔記得去咧，故說咧呀，唔係眼最重要嘅選擇。叫叫嘅。眼用咗叫嘅屍體咧，係唔故說咧眼好朋友還有兩隻好朋友。記得咧咩冇男朋友，從來唔識搞過男朋友。係，故說眼咩本記得用到，因為記得做些咩做到當認真安尼。故說俺就講好咧，兩擺呢俺就強下來去聽嘅養老院嘅演風就好咧。30名大強下。我哪知道總八強讓你咩董事合數天數的丟西沙，丟西沙，大馬就當有牌呢。只有打麻將咧，丟西沙四國草啦。係啊，錯。平常時冇閒時嘛，就在作當來抽水嘛，對對啦。你不要收我東錢就好了。不要收你多。這位那個阿然我來講一下，你自家新冠農用辦形象。吃的吼都在結為連理嘅伴侶情侶哦，吃到就係磨合、妥協，然後退讓，親密變做起個吼。活着舒服的樣子，也係輕鬆有嘅，錯冇？冇唔錯，真嘅，因為頭擺 Andy 有講話，10年修得強傳統，8年修得強證明，而前度之間人我一般，你啊種人真嘅唔係按過，你啊下有盤嘅人真嘅吼行嘅時要特日，所以特時間，所以拄到對狀況就行喺強要交通，更要冇可能交通，冇可能。我吃到，嗰種我吃到，假使講兩三人條件還吃到 OK 吧？做得。你用上人強下吃寬啦，很困啊，用上吃寬啦，因為最重要係講，假年老闆欠真件自家看一下是嘛，自家嘅標準當到聽過，即係講大意思思咧冇可能，大家就會前到自家理想當中嘅理想情人，我記得下禮拜強嘅時間，我哋繼續就看後生睇上宮，要睇假歌，翻嚟了，拜拜。呢兩單做得攞件肉碎啊，係冇？因為做胖本蟹，人家都好食胖，平時健康，都好呢，因為做奶水呢，不在呢，你看你經絡笑的，哎呦。